真好奇阿嬷来啊，欢喜学台语。今日要来讲21篇7月半，宜兰盆节俗谚语咧讲：新历有势，旧历无灭。7月半有称作中原普渡，是台湾民间传统信仰留落来，相传到现在。佛道协和共款普渡孤魂五鬼的众生好兄弟，地府官甲7月初1，对哦，在这个地狱道，这好兄弟放出来人间游境，自由佚佗，济百姓，规个月拢有人咧祭拜普施好兄弟。佛教讲宜兰盆的盛会是佛的欢喜月，嘛有称作教孝月。佛道的时代，有一位目犍连尊者有神通，看到伊的老母在五鬼道受苦受难，无法度吞食物件，为着要报答亲养育的恩情，目犍连去请示佛陀。佛陀教伊讲，爱用佛法供养三宝，上经礼忏，回向以往的祖先甲伊的老母，这嘛是一个报恩的礼仪。在7月半这天，嘛爱拜公妈，用日常的菜碗饭，甲祖先救援七祖，拢爱请因食。我即马刷落来，要讲祭拜好兄弟的仪式。第一项，7月初1甲7月30，一个月拢会使拜好兄弟，看个人的时间。第二点，时间是下午2点后甲7点前。第三点，素的荤的拢会使拜，鲜花、青茶、五果、绿菜、金香、桔灯拢会使。第四项，面汤水甲一条新的面巾。第五项，三牲酒礼，3杯茶，也是3杯酒，水果、苹果、吉利果、桔仔、柑仔，拢好果子。但是禁止今朝你往来，招你来这个谐音卖。第七项，有品泡面、饮料、饼干、冬粉、米粉、山珍海味。第八项，较功夫的有面具、果粽、煎青木啦，等等会芳的四手啊、米果、米芳拢会使。穿甲足澎湃，留着滚滚物件算袂离。请这好兄弟鬼神食饱了，爱转去因的个人的本位。上香1支香，甲2支香，就会使画金银，金银纸。过来有一个美甲，叫囡仔毋好去耍水、去游泳。暗时深山林内莫去哩，无清气的所在也莫去，莫买厝入厝，毋好拍人的金甲头，路上的红包毋好捡。最后叫因爱静静洗洗咧。好，讲到这，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再会。